歡迎嚟到白明哥個 channel， 記得訂閱同埋撳個鐘仔。以前嘅嘢過去咗噶啦，未過去，我仲未死噶。我俾你再做10次，再做100次，咁又點啊？我俾你殺咗阿成，咁樣點啊？我已經冇咗個細佬，我唔想連你呢個朋友都冇埋。阿媽，你醒一醒好唔好？唔好講啊！點請我連我？你冇爭我任何嘢，我從來唔會逼朋友做啲唔想做嘅嘢。我有自己嘅原則，我就唔想成世俾人撳住嚟打。你好中意同人恨啊！我衰咗3年，我等一個機會，爭翻口氣，唔係要證明話俾人聽我威，只係想話俾人聽我唔見咗嘅嘢，我想自己攞翻。大家有冇印象頭先嘅片段係邊套電影嘅呢？嗱，呢套呢就係吳宇森執導、徐克監製、新藝城破紀錄嘅作品之一《英雄本色》啦。呢一張經典嘅海報呢，亦都係由徐克設計嘅。但係當時台灣公司一見到張海報，第一句説話就話：撐 B！佢呢套片啊，唔單止導演冇號召力，連一個當紅演員都冇，咁點會賣座啊？連自己公司嘅人都係咁講，可想而知，當年《英雄本色》係幾咁唔被睇好呢？因為當時除咗徐克係為人所熟悉嘅大導演之外咧，吳宇森同演員喺電影圈中咧，當時嚟講係冇票房嘅號召力嘅。吳宇森當年化名吳尚飛，幫新藝城拍咗《滑稽時代》，為新藝城打響咗頭炮。但係可惜，因為合約嘅關係咧，所以佢要留喺嘉禾度發展。但係臨走之前咧，就同我哋推薦咗徐克。嗰陣嘅徐克拍嘅套戲都唔係咁收得，我哋心諗呢個人得唔得嘅咧？但係徐克加盟咗新藝城之後，發展得非常好，拍嘅電影叫好又叫座，仲勇奪金馬獎最佳導演。反而吳宇森喺嘉禾嗰度拍戲咧，就鬱鬱不得志，最終約滿之後就重返新藝城嘅懷抱啦。但係當時嘅新藝城咧係如日中天，旗下咧係非常多猛將，每一位咧都獨當一面。咁適逢新藝城喺台灣開分公司，需要有人咧喺分公司去打天下，於是新藝城就將吳宇森調去台灣啦。咁大家本來希望吳宇森去到一個新嘅環境咧，係會俾佢帶嚟新嘅突破，但係隨後佢喺台灣拍攝咗2套電影，成績都係強差人意，所以令到吳宇森咧心灰意冷。再加上離鄉別井、異鄉作客，令到佢嘅意志更加消沉。而喺香港春風得意嘅徐克咧，並冇忘記到故友，由佢一手策劃嘅新片《英雄本色》咧，決定揾吳宇森翻嚟執導。而《英雄本色》亦係吳宇森最失意嘅時候嘅作品。結果佢哋一合作，票房就大收3400萬，打破當時嘅票房紀錄，甚至因為《英雄本色》而帶起咗英雄片嘅熱潮。施南生就話俾我聽，佢話單係嗰一年咧，就已經有20套英雄片開拍啦。呢張相咧就係當時《英雄本色》慶功宴上邊所影嘅，仲撞正咧嗰日係張國榮嘅生日。咁除咗慶祝咧，仲喺慶功宴上邊咧，每人送咗一個《英雄本色》嘅金牌鎖匙扣。徐克嘅《英雄本色》除咗令吳宇森一鳴驚人，再次重拾信心之外咧，佢仲做咗一件咧令我深受感動嘅事。咁話說當年咧，新藝城係執行監製嘅制度，最後嘅剪片權咧都係喺監製嘅手上，即係監製咧係一套電影嘅靈魂，佢有決策權同埋有最後嘅剪片權。導演咧只係協助監製執行任務，而監製咧就有20% 分紅，導演就冇啦。而《英雄本色》咧，吳宇森嘅分紅原先只係喺徐克嗰20% 分紅裏邊嘅5% 啫。《英雄本色》當年破晒票房紀錄，分紅咧當然係可觀啦。但係徐克咧竟然叫施南生改咗份合約，將自己分紅嘅20% 咧全部俾晒吳宇森，自己1蚊都唔要。佢話咁樣先至可以徹底幫吳宇森企翻起身。我講笑咁同施南生講，我話你係徐克個老婆，竟然同意佢咁做，
啊！你兩公婆真係令我肅然起敬。結果因為英雄本色破晒票房紀錄，吳宇森分咗好多錢，解決咗好多問題，可以再次昂首向前，創出新天地。以後佢嘅作品咧，更加係步步精彩，終於被美國荷里活招手，成為國際級嘅大導演。吳宇森嘅滑稽時代打響咗新藝城嘅開鑼器，徐克憑鬼馬智多星名利雙收，從逆境走向順境。反過來，吳宇森同徐克合作嘅《英雄本色》咧，又改變咗吳宇森嘅命運。呢個就係識英雄重英雄嘅典型例子。最近百鳴哥同新藝城嘅戰友聚餐嘅時候咧，喺施南生嘅口中咧，就得知到一啲英雄本色選角嘅時候不為人知嘅故事。嗱，首先咧，喺戲裏邊飾演黑社會大哥嘅宋子豪嘅狄龍，佢喺接拍《英雄本色》嘅時候咧，都係處於一個事業嘅低谷期，因為佢曾經係邵氏最賣座嘅演員，但係當時邵氏已經冇拍戲好耐啦。咁唔知到底狄龍係龍啊，定係蛇啊，定抑或已經變咗鹹魚咧，都係未知之數嘅。阿 Sir， 我冇做大佬好耐啦。咁結果狄龍就憑《英雄本色》一片贏得金馬獎最佳男主角，果然係龍，因為佢係狄龍。而 Mark 哥呢個角色咧，原本係按照當時新藝城合約演員鄭浩南阿 Mark 度身訂做嘅，但係當時同期佢又有另外一套戲咧，係邀請佢做男主角嘅喎，係配3位當紅嘅美女演員。嗰3位就係林青霞、鐘楚紅同葉倩文啦。咁反而《英雄本色》嘅 Mark 哥咧，只係男配角。咁2選1，鄭浩南咧就揀咗刀馬旦啦。咁當時距離開拍嘅日子越嚟越近，施南生就大膽提議揾周潤發嚟演 Mark 哥。雖然當時發哥出演嘅電視劇備受好評，但係喺電影圈入邊咧，仲係處喺票房毒藥嘅階段，幾乎冇人睇好佢。而因為原本 Mark 哥呢個角色咧喺《英雄本色》裏邊，只不過係一個配角，咁所以就冇所謂啦。終於就揾咗佢嚟演啦。咁當時施南生只係同佢簽咗10日嘅片約，亦即係代表佢嘅戲份係唔會多嘅。但係喺拍攝嘅期間咧，阿發哥就非常喜歡，同埋覺得呢一套戲咧係一定會爆紅。於是拍完佢10組戲之後咧，佢就同阿導演講：佢話我可以隨傳隨到任你拍，唔使加片酬。就係咁拍下拍下，加下加下，即係由配角變咗其中一位主角。發哥更憑《英雄本色》贏得第6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。後來又睇新藝城咧，係接拍咗《監獄風雲》、《八星報喜》、《阿郎的故事》等等叫好叫座嘅電影，事業咧可謂一帆風順，從票房毒藥變成票房靈藥。而宋子傑呢個角色咧就被張國榮睇中，哥哥向導演監製自薦演出，徐克就直接拒絕咗佢，因為大家都覺得當時嘅張國榮係一個青春偶像，氣質咧就似文弱書生，係唔適合演一個咁硬朗揸槍嘅角色。咁哥哥被拒絕咗之後咧，竟然冇放棄，佢好有信心，佢就直接去揾施南生同佢講：佢話你信我啦，我一定會做好呢個角色嘅。我求你俾次機會我啊！咁再加上佢當時係我哋嘅合約演員，最終大家就決定由哥哥出演宋子傑呢個角色。
英雄本色出街之後，哥哥簡直係贏盡市場，觀眾對佢揸槍嘅形象咧好到不得了。所以後來我拍攝《家有喜事》嗰陣咧，韓國嘅片商仲要指定咧，一定要加長哥哥嘅揸槍戲。上叔你咁勁嘅，幾多錢學費啊？上家嘅真傳，你哋唔知咩？有咩？追翻大嫂！咁快啲去追啊！大嫂咧，未做到，喺嗰邊等。可想而知，當時哥哥揸槍嘅形象，無論喺香港定喺外地咧，都係好有叫座力，而且係十分之強勁嘅。當年80年代係冇 internet 嘅，咁要知道當日嘅票房咧，就要等到夜晚11點，由戲院咧去報票房。狄龍、周潤發、張國榮3位主角都好緊張嗰套戲嘅成績，咁每一晚咧都約埋一齊咧去施南生廣播道嘅屋企，等到11點聽票房。當一聽到《英雄本色》又係票房第一嘅時候咧，就會喺阿 Nancy 屋企咧就開酒慶祝。咁由於《英雄本色》日日都係票房第一，所以佢哋晚晚都開酒，結果搞到 Nancy 要投訴話佢屋企啲酒咧係俾佢哋飲晒喎。《英雄本色》真係戲內戲外都洋溢住濃濃嘅兄弟情。笑聲再為我送溫暖，你為我注入快樂強電。輕輕説聲，漫長路快要走過，終於走到永未晴天。聲聲歡呼，歡躍起，像紅人發放金箭。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現。叫聲，共抬望眼看高空，終於晴天優美為你，擁着你，當初溫馨再湧現，心裏面童年稚氣夢未污染。今日我與你又似見未見，多年情。此刻是添上新鮮，一和你，眼裏溫馨已通電，心裏面從前夢一點未改變。今日我與你又似見未見，多年情再度添上新鮮。歡躍起，像紅人發放金箭，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現。輕輕叫聲，共抬望眼看高空，終於晴天優美為你，擁着你，當初溫馨再湧現，心裏面。
希當你污染。今日我與你又是肩並肩，當情此刻是添上新事。因為那你溫馨已通電，心裏面朝住夢一點未改變。今日我與你又是肩並肩，當情再度添上新事。英雄本色呢套戲係幾位失意之士嘅翻身之作，戲中嘅角色咧可以話係佢哋自身嘅側寫，亦係兩位大導演真摯兄弟情嘅見證。人生總會有低谷，會有逆境，唔好輕易放棄自己。黑夜過後會有陽光，雨後更會有彩虹。要好好裝備自己，好似英雄本色嘅金句：我等緊呢個機會，爭翻口氣。我等一個機會，爭翻口氣。遇到機會咧，就好似張國榮咁，要主動出擊。等屬於你嘅機會一到，你必定可以發光發亮。加油！鍾意條影片嘅就記得 CLSS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。下條片見。